非常有智慧、佮有聪明的人，伊真熬正做，佮再勤俭，佮再熬累积，佮会让自从伊上好的时阵，较自从伊所累积的物件较会卖。即种人实在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但是耶稣讲伊是一个无戆的人。奇怪咧，耶稣哪会讲即个话咧？咱若对路加福音来看吼，真趣味啊！路加福音一直咧讲到一寡人，迄个好嘢人甲孽撒罗，迄个好嘢人无做啥物歹代。顶礼拜讲到迄人，伊接主者，伊也无做啥物歹代。现在无做歹代的人，较会上帝要摕伊的性命，较会要落伫阴间呢？奇怪咧，我也无骂人，也无拍人，也无伤害。现在较会安尼，路加的价值观就是讲，咱基督徒唔通想讲，像孔子讲的话啦。孔子讲啥？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无爱骂人，你无爱互骂，你就莫骂人。你无爱互骗受，你就莫骗受人。你无爱互抠死，你莫抠死人。拢是消极的的，拢无积极的。迄个无消极的，就等于上帝互你遮大的机会，恩典、恩赐，你拢甲惨淡涂骹哩。上帝讲你安尼唔对，所以咧，真正的做，毋是无做啥物歹代，是无做好代志。安了解吼？无做好代志，真诶啊！我嘛有熟悉一寡人，我就讲你较会毋捌学了过恁某咧，我无骂伊就介好啊！我想，恁某煮食好食无？有啦，煮5项4项足好食的啦。你有学了无？无啦，我甲伊嫌人尔。哎哟，你是贤妻良母呢，煮菜很咸呢，煮汤很凉呢。5项内底迄人歹食咧，念几暝啦，好拢唔讲。其实这个人拢看得足消极的，上帝无来烦做一个消极的人啦。了解吼？无你讲哇，这圣经家既然呢？耶稣讲，你若要安怎，你嘛希望人安怎款待你，你就好款待人。了解吼？你就爱好款待人啦，积极啦，基督徒的迄个的信用、的良心，甲这个品行，甲好所行是积极的，是要为着影响上帝，要利益人的，毋是讲我都无害你，我无骂你，对不对？安尼真正是安尼。我印象有够深的啦。我顾一个病人，个病人到尾后死，叫因迄个老爸来，老爸咱一箍推啊咧。足忍耐啊，夹回出去。我讲你是在怎激入面的啦？伊讲我囝一个囝头顾甲死，知意思无？靠人要囝要顾死的咧。因某实在是3个月无眠无困，安尼变到要死。拢骂就对啊。后来耶稣就讲用积极对人有利益，这是基督徒。其他讲到这个圣经经传吼，其他这圣经足丰富的，是两个段落，一个段落是对这个信主的一寡小群的人讲的，小文讲，一个段落就是讲对啥？对正人甲对耶稣讲的，不对耶稣学生讲的，讲有讲的4个譬如。后来咱第一讲拢莫烦恼，莫惊吓。咱若读到这个经传吼，哎呦，咱基督徒拢无做到呢。伊讲恁这小小的因群，你唔通惊，因为你的爸乐意从国心互恁，收赐互恁，恁着爱变卖你所有的，为着避办迄个袂歹的地啊，哇呀！咱基督徒拢无做无够，对不对？你敢毋所有的，你敢毋所有拢变卖？了解无？这其实这是有一个圣经的背景。我做团队者，我上惊人用迄圣经的字面呐，了解无？这圣经的字面会害死人啦。因为古早有一个人，伊有够健全的啊，伊这人叫做奥利根。奥利根伫美国有一个州叫做奥利根州啦，一州奥利根咧纪念伊的。这奥利根看到圣经讲哈，圣经教是人得爱家己淹呢。对上帝行呢，伊真倒撒开拢淹落咧，伊真家己淹一个老的老到要死啊咧，伊就要出家
较早人要做传道者，就爱出家对不对？爱着家己腌嘛，腌了时，奥利根是个足伟大神学家呢。你敢知伊一个人吼，伊一年当写几本册啦？写600本册咧，600本够我当写？你敢规日买困嘛？毋是啊，伊是叫60个，即4个人一组，15组，用话安尼讲，这人一起，个第二组安讲，伊当时一日人当时写15本册啦。我这头脑到尾，我都讲到对啊，讲到尾时，我都讲到对啊，才开始写，来，佮继续讲落来咧，我头脑够好。但是伊较早现今无识的时，照字面都转淹落，以后煞转啥？转袂当做神父，袂当做主教。伊到尾先去读做上，耶稣讲是莫结婚啦，但是我淹落啊，安知影意思吼？迄照字面毋对啦。咱若讲照字面讲我害啊，咱大家拢辨别，拢都辨别了，基督徒煞变做无选阶级的。所以这个圣经是咧讲到教会受迫害的时阵。迫害到无法度生存，教会与地面上行落伫地下，伫咧地下关到真少人的时阵，大家拢无法度生活，你就管辨别，大家做变做生命的共同体，咱担遮拍拼，咱了解吼。你若要了解这个上好的，你就有机会去以色列佚佗。以色列有一个有足有名的所在哦，叫做基布兹，我来翻做吉普社啦。吉普社的人吼，真趣味的，因是迄个咱的华语叫做屯垦区啦，屯垦区啦，因伫咧沙漠的所在，要起造一个社区。因这基普兹吼，迄个以色列国家的政府无爱大人抽税，因一世人拢免纳税啦。基普兹拢去的是所在拢上危险的，迄巴勒斯坦人随时要打台，咧台毋是是全部拢台甲无半个。所以因着一寡人着杀青，随时在准备，人随时要进入，有人咧属龙工商，有人咧种菜，啥物我袂去啊！我喺参观的时候，有人着接步。你敢知因基普兹的人拢总共产？我伫遐熟悉一个人讲，伊做了呢，做国家迄个国会的议员啊，伊一个月吼，领的财钱平均一个月差不多台票500几万啦，50几万啦。但是伊伫基普兹，伊钱拢交转来，基普兹一个月1万块尔，万几块，但是当然伫耶路撒冷来做厝啦，变怎生存？因共同体，你的囡仔，大家来拢领，你的生产30万，是咧，拢交转来领1万尔，拢共同体。但是到尾你的囝要去美国读册，要读哥伦比亚，要读啥物货？基普兹出钱，了解吼？你有病，食老有病，基普兹出钱，这是共同体啦。耶稣迄个时阵。是安尼做的，所以有人讲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唯一的标准，这毋对啦。耶路撒冷拢共产嘛，他即摆全世界教会靠了几个共产的？教会啊，发展到安提阿是有共产无啦？帖撒罗尼迦有共产无啦？启示录7个教会有共产无啦？所以迄是一时的，了解吼？意思讲，咱若有金钱，咱莫受着家己积资尔。咱来想到咱的家庭是咱的共同体，教会少数共同体。伫中国有一个教会叫做啥？伫山东的马庄，迄叫做耶稣家庭，因拢共同体。若要入去参加耶稣家庭的人，全部财产拢变卖，入去，拢共同。即种叫做自由甲人治的共产主义啦。我甲基督徒的人讲，恁遮的人若要走咧？伊讲，你要走，我拢欢迎，所以迄个我讲敢有人讲可做着迄个议员，国家的议员，佮我办公费都200万，伊转离开，因为我毋捌，我无离开啦，佮交转来啦，安尼负责你一世人啦。咱台湾根本就是共同体观念啦，但是大家吼讲吼无开价迄落个，我即款朋友吼。当下伫美国安尼纳税到尾食老都要倒来台湾的，伊讲健保够好，开无限呢。这实在是无共同体观念。所以这个耶稣这个时阵来讲咱若有一寡少数的人三听、三经、三夫妻，咱就免惊吓。安尼了解吼，这就是安尼讲。讲吼，若是安尼时阵，咱的财产呢，茫干的是家己积度，咱就来帮助。
较早咱教有一个阿仔啦，伊定讲讲，咱来集川呐，集川呐，食老的时来集川，集川你听有无？迄个新竹清华大学的教授有30几个集川，所以人咧起厝的时，人迄厝一间厝拢买800几万，因250、280咧买着啊，够水的。因为啥呢？因家己去集30个买土地，家己起厝，家己监工，土木的出来斗监工，叫交代来斗监工，大家拢共同体。我感觉若共同体，我无必要互建商来剥削嘛，无必要呢，这是共同体的观念。这共同体咱来三听，若无咧家庭人爱共同体，所以财产要家己集资，也是要当共同体来，这是一个观念。所以这是耶稣讲的，讲咱若有一寡人真正会三听来帮咱互相相经，无要紧。真诶啦，到食老的时候，实在是爱有共同体啦。吼，伊讲的观念足好诶。我即个转来时讲，哎哟，家己走去加拿大啊，无可能啊！咱看有机会共同体无？因为我有看到迄日本人因吼100个家庭合作一个共同体，因讲因拢互相支持，这个关系是真正水。耶稣的国家是咱安尼。这共同体的观念是啥呢？因为吼，咱食老是毋是会老饭店，对不对？譬如讲，我含淑华讲一句话，伊烦恼讲，我是毋是要来扫外无？了解无？吼，迄食老我白收嘛。但是咧，咱因为有20-30年的经验，会做好啦。互相爱劝咩个？无啦，就无就好啊，欢喜啊。若无吼，你若无就讲，你也袂收到诶。吼，迄老个我白收，这对，这就是共同体的观念。三听、三惜、三迄落钱，大家做伙用，大家做伙来帮助。这种呢，这是耶稣真水的见证。第二种，耶稣开始讲4个譬如，第一个譬如讲啥？讲咱爱亲像敬献。这敬献伊就讲一个观念，第二种，哪像主人去去参加婚姻的宴席，要得回来。意思讲，咱基督徒一生拢是一个天后啦。咱人生内底有2项上好的天后，第一就是耶稣过来，第二就是咱若死亡的时阵，咱学天上帝，咱接触到天顶面，会享受咱一个真正水搁好的身体。毋但身体安尼享受，搁而且照咱一世人所做的报答咱。报答咱会当变做进入上帝国。这是有够好的。所以基督徒对死吼，莫讲惊吓啦，因为咱台湾人，咱受这个民间信仰甲道教的影响太深诶，大家拢想要做啥？拢想要终生不老啦。迄终生不老无可能啦。要永远健康也无可能。台湾的健保甲台湾的迄个医学内底吼，我即个看到一个院长发出来，就讲咱无应该吼，这种病人、这种老大人吼，当做20岁、30岁，血压都要上20岁，身体通20岁，讲无可能，机器用30年吼，甲你第一年开的车，甲30年的车，绝对无相共啦。讲咱食老会病痛是常态，健康是啥？是无正常啦。安尼了解就较好啊。无正常所以咱只要机器保养好安尼，会平衡就好啊啦。了解吼？你若行路平衡，莫跋倒就好。你若是要去含人去健走，搁要去马拉松，毋是迄啦。90岁搁马拉松，这无。伊个意思讲，若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咱警醒就是讲，我随时准备要搭上帝高效。咱知影吼，咱有一个兄弟吼，较早咱教有一个兄弟啦，伊一个月的扣打是3000万啦。你压力够大咧，压力够大诶。伊一解讲，伊一解头讲，但无事我做，一个月我做万5000万咧。你5个月免做啊？我欢喜啊！无啦，我3个月就规定啊啦，3个月就规定去定算。伊一直咧压力足大诶。咱人生爱随时规定要交互上帝，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吼，咱就欢喜啊！因为耶稣到时要带咱看咱的成绩。是5000年元赚5000年元，2000年元赚2000年元，1000年元赚1000年元。咱无必人忙比拼，但是这个社会无论伫国校、国中、甲大学，拢讲你要有竞争力，对不对？你爱拼，你袂使输人，
你爱逐种人打咧涂骹。哦，所以就话，就是大学生活甲真痛苦，看人较好就安尼好，看人无啊，怨人有，人若有就安夹个出去，看因拄啊考着啥话就流目屎，头讲我说啊，看到因咧兄弟，因咧结拜，啊考着对，啊个啥话，啊安痛苦，无必要。人生对上帝高效，是我1000元赚1000元，含我家己比就好。啊，所以咧。我若1000元赚2000，啊，你5000元赚3000，我讲你听啦，上帝讲我是一个好的，啊，所以人甲家己比，尽力就好，欢喜过，啊，享受来过，安尼高效，啊，所以当时足欢喜的。准备考试考好的人，伊希望随时拢来考试，啊，若无就都要惊吓。这是耶稣讲的。啊了，耶稣佮讲一个譬如就讲，咱耶稣的意思讲。咱注重惊吓哦，但该做啥？该做准备啦，传好便等你啦。台湾人讲传好便等你，啊，莫他妈定惊吓啦。啊，你咧惊啥？啊，你惊的物件就传好便等你嘛。啊，一个是积极的嘛。我来讲积极就讲，主人随时要高效。我传好便到尾啊，我人生到尾啊一定是死嘛。啊，死的时我就是高效嘛，就主人来的时阵嘛，我就欢喜嘛，进入这嘛。啊，咱安尼注意吼。咱基督徒有一个即马先公神学，甲即个灵魂哦，互人有一个错误观念，讲上帝在即个世间，特别互咱享受见耶稣的时阵，到上帝遐的时阵，才能得到福气啦。安了解无？譬如讲，咱是毋是到天顶的时，咱就永远健康嘛？是毋是安尼？咱永远拢袂犯罪嘛？互咱变得真严格嘛？啊，你请问咱这世间内底有可能无？有可能无？我识下一个人哦，我来祈祷，伊讲陈牧师，我看你死卡呢，我啥在死卡？啊，你祈祷也无效，啊，你也未当我宣告，讲我会好，啊，你未当我保证会好，讲啊，看牧师安尼，哇，人迄牧师来讲我会好啊，站到屏幕间啊，比我安尼随会好，啊，结果有好无？啊，无好啦，啊，伊开几年，迄一个红包包拢60万100万啊。人个纽西兰来咧，人个印尼来啊，就对来，开啊钱开啊几百万呢。我讲，我就歹势讲，这人是神棍啊！靠可能在这个世间随时得到建筑的员工，够可能？够可能？啊，你敢一个大学生毕业名，你是要享受这全部的企业 CEO， 靠可能呢？对不对？迄是到天顶较有诶咧，咱即在这个世间，就是有苦难嘛，就是有艰苦嘛，就有调和嘛。咱即来准备苦难，互咱进入阳光，即调和拢得到啥？得到上帝的赏赐，安尼。啊，第二个意思讲，第二个譬如讲，哎呀，咱像主人安尼，咱知影贼头当时要来，这贼头吼，毋是啥，你敢知？毋是楚留香啊！你敢捌听过楚留香？楚留香若要人偷摕物件吼，拢来讲我几时几点，我要来摕，我要来摕啥物物件？你记得未？楚留香啊！这是耶稣讲毋是，耶稣讲伊当时要来，随时拢会来，哪像贼安尼？啊，耶稣的意思毋是讲伊做贼啦，要咱偷摕物件啦，是意思讲咱无法当封闭啦。啊，既然无法当封闭，咱就啥物事拢准备好。阮伫大学的时阵吼，阮迄阵有一本册吼，你敢知影有一本册叫做《1984》。这做有名，啊！现在1984，你敢知影较早1948是以色列复国，啊，我是讲1世纪耶稣要来，所以1988耶稣要来，哎，1984咧乌话讲吼，1984要来，好，我迄阵我大概是1972啊，啊，看本册讲哦，啊，佮12年尔呢，好，阮定定咧提讲，你希望耶稣来，你看啥？你希望耶稣来看到你创啥？啊，一个讲哦，我希望耶稣来时，我都要传福音。啊！人讲你毋是你话耶稣来啊！啊，为了我咧为主受苦，主啊，我为你受苦。啊，一个讲哦，我希望我迄阵时吼，拄咧啥咧？记得讲主啊，你赶紧来啊！哦，来啊，还袂歹哦。请问你希望主耶稣来看到你啥？啊，我有一个姊妹讲吼，我希望耶稣来的时，看到我迄时，我应该做啥？我应该就困就困，应该就食就食，应该啉就啉，好，应该做啥就做啥。阮告白讲，这姊妹讲者，我讲哦，真歹势，应该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不准时拢是，你为着敬献准备耶稣来，
请问爱困免？爱带囡仔饲奶免？爱顾孙免？了解无？毋是这物件拢棒棒的啦，来穿白衫啦，你会记得袂？你敢知？你毋知我较早伫咧做牧师的时候，足侪人都定来鼓吹我去贝里斯啊，讲中国要拍来啊啦，耶稣要来啊啦。我讲你什么时阵你有听到这个话？你假先知啊！听一个精神病、死硬的精神病来台湾，一堆牧师都会起笑。高雄嘛，几啊大牧师专骑落迄干粮甲迄落，走去咱高雄的山啊，药包电到要死，靠好啦！为走迄个高平溪的源头，迄拢假啦！真正的警醒准备耶稣来是啥？是活做主的工，伫咧本分尽本分，安尼较是对啦。应该安尼，毋是变偏遐啦。所以今仔日圣经教示咱，就是好好准备，准备啥？尽本分，伫咱的共同体内底负咱的责任，负咱的责任含咱的人三听，安尼来保护。我是真望教会以后上好，是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，咱应该起做较一个共同体。我迄落迄个所有一个。看到一个教会，我看到真惊，真欢喜。你敢知有一个教会吼，因迄阵教会7万几个啦，即摆一间教会已经50几万啦。为你公会的一个教会，因教会有设立要落迄善终的所在，讲上帝你要死下啦吼，感情就来教会善终遐，善终内底因教会有迄个加医师的医科，甲你帮助，了个啥你知无？搁再有迄个牧师带你祈祷，有人来唱诗歌，安尼，互伊安尼过了真平静。而且教会内底有设计，我足欢喜的。教会内底也有祈祷的所在，一寡兄弟姊妹拄着真艰难的所在，你就写咧，有人一批人为你祈祷。搁到尾咧，你敢知因主流偌济人？因主流4000人，我讲你怎么要伤呢？伊讲因无当伤啊，主流就对，就对面的迄一个高中啦。高中所有的班级拢讲你人招免钱哦，讲唔免，先怎？因为高中无礼堂啦，高中的礼堂啦，要开什么厝的来阮遮礼堂啦，因为礼堂咱坐阮2万几个，规阮高中的学生拢带来多好，互相利益，含这社区内安尼结连，教会兄弟姊妹有足侪温书温典，拢出来，为你出世到死来总包啦。总包的意思，毋是讲你那免钱哦，是你会当共同体安尼付出，这实在是教会较好的所在，帮助一寡兄弟姊妹安尼出来，帮助有的人就专门在介绍啥，介绍你安怎找工课，有的介绍你安怎找婚姻，工课就安怎来训练，拢含这社会拢规拢结连做伙。你毕业啊，你要找头路，来教会有人伫这个啥，伫这个劳工处服务。即摆有啥物工课有啥物执照，大家互相安，规个教会变做一个共同体啦。莫分这个属灵甲属世啦，牧师拢管属灵的啦。你无无教，冇无关系啦。你天顶免无咧记错啦。无头路咧，无头路冇无关系。毋是，教会就尽量一个共同体，互相提携，这就是今仔日所讲的。你的金钱伫倒落，你的心就伫倒落，所以。台湾人真害就是所有金钱，干那要为子孙尔。咱是毋是会当善终的时，1%关乎上帝，1%关乎上帝。我顶礼拜讲迄个5000万的，迄个伊的财产都5亿，算上5亿啦。伊真正1%要管出来啦，到尾救去啦，拢阮囝。其实无必要，互囡仔去遐遮尔多啦，对毋对？一个囡仔就大人老爸卡着讲骂讲，你若迄阵若较拼，我就富二代安尼，你害我安尼趁拼到死。我迄阵想要拼啊，但是讲现在阮囝较来开我用的，所以我无爱啊。你咧，你毋拼，互恁囝开，讲无爱啊，我才是安尼，了解无？这毋是安尼，咱基督徒是尽量拍拼，趁钱，尽量啥？尽量勤俭，尽量奉献，互较侪人永远得着福气。这个其他所讲的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这个小群，阮的共同体，会当起做一个。彼此相听，互相支持，互相接纳，互相祝福，
的共同体。主啊，阮特别求你施了恩典，伫台湾以后处境可能会愈来愈艰苦。阮这基督徒伫这小的小群，阮需要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恩典，甲会当伫这个社会做光做盐，来荣光上帝，来行出一条四正的道路，行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另外一种的见证，带领阮的脚步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